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大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大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。咱会讲讲拢共款，较早咱做伙介意阿美，即摆咱都同齐介意这位美丽女将军啊！原来胡独仙甲萧大人，恁两个同齐咧介意阮小妹哦。弟兄，别人无了解你，也毋过咱已经结拜10多年啊！你介意什么款的姑娘，我真清楚伫的，真歹势。即摆我绝对无要让互你。心玉，到底是咧黑白讲什么咧？啊，林公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稍等下，弟兄，有啥物话大家讲就好啊。你看，顶姑娘写这8字，我心如情，不能为人做轻重。既然顶姑娘就这款气口，你何必搁再闪避？胡独仙呐，你实有够厉害，那你讲话讲得有够实在。对啦，总到头，有影你这8字话写了真好，是讲敢会用送我？将军闹喜啊，是属下的荣幸。弟兄，你千万唔通闹气。顶姑娘送你这8字，你要送我啥？我一口陪店送你。这8字话阁袂歹，啥人写？是灵公啊，灵公啊，伊送你的信，是我甲伊讨的。啊，讨的甲送的毋是共款。无咯，安尼啊，这意义无共啊。艳丽啊，你哦实在太无了解查某人的心思啊！伊若对你无情意，一定会甲你体甲死。两家的交情无底比，阿娘未免费猜疑。看伊形态甲举止，真真假假我自知。我有一事要问你，你敢有想要带伊入门楣？阿燕，阿娘若猜想无毋对，你对伊有好感吼？伊若安尼，就甲带起来做二房啊！二房，阿娘定来望见有一尾金龙甲你缠身，这是天大地大的秘密。预言你以后会做皇帝，所以你爱紧带二房，加生几个查甫孙，毋则通啊以后接你的皇位。我看来看去，上介意灵光，只要你若有同意，我会用咧随时甲伊阿元提亲，相信伊绝对会答应这件亲事。阿娘，阿娘，阿燕，叫遐目睭拢好起来啊！
真是的哦！哎呦，这个老禅师实在真厉害哦！伊讲3天才会好，啊2天伊的目睭就完全恢复啊！真好真好，啊对啦，安尼啊，我赶紧来去甲伊老禅师说多谢。万请阿燕啊，我拄则甲你讲的代志，你都还袂回答我，啊你就要赶紧离开。安尼啊，啊你讲的代志我拢总知影，你嘛爱互我考虑一下，我先失陪吼。万请，哎，拄好阿美伫咧遮，我要将话讲互清楚。来，阿美，你应该真了解我的心愿。今仔日阿燕无论伊是将军，或者是士农工商，一定要有一个后生来传伊的香火。我看连讲这个查某囡仔袂歹，伊若来互阿燕做二房，以后伊生出来的囡仔一定会真勇敢。阿美，你看呢？是啦，伊文武双全，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对啊，咱小家就是爱有这款文武双全的子孙，唔才会万万年。哎呀，安尼啊，咱是毋是会当暂时将这个代志甲伊按下落来，以后慢慢才去讲啦？什么慢慢才搁讲？时间若是拖久，问世办事会斗袂嘛？阿美，安尼是时代，我实在无法度拒绝你的意思，也毋过我对你的真情。相公，你的心意我了解，咱像蝴蝶不分开，无论风雨偌厉害，千别斗阵结将来。你我真情在世故，春夏秋冬水上游。若带二房你委屈受，水流鱼走无情事啊，无情事。相公，你若安尼比如，我是大房，水无流，鱼无走，我哪会委屈啊？阿美，敢讲你安尼无委屈吗？我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以后，不管你带二房、3房，我拢袂反对。真实的，你想看觅，你的兄弟对一个毋是带3妻4妾，假使我若反对，别人定笑我无道。阿美，也毋过咱两个当初是有坚定的约束。迄个时阵，甲即嘛无共款啊。迄个时阵，你是小客的小鱼，即嘛你是大江的大鱼，时势无共啊，约束当然会用改变啊。相公，好啊啦，你莫搁再怀疑啊。你即马紧去找老禅师，该说多谢。阿美，你真是无代志？无啦，甲你讲无代志，就是无代志啦。你紧去啦。哦，那若安尼，我来去记禅师，倒转咱再过来讲。水无流，鱼无走，你何必搁伤心呢？你真无品，哪会用偷听别人讲话？我是无意中行来这个后花园的啊。恁讲的话，就敢若亲像一阵风，嘛是无意中吹入来我的耳孔内的啊。你也是甲以前共款，无得无定，无怪你到即马也袂成亲。我无相亲，完全是为着你啊。我甲较早共款，拢一直咧关心你啊。你别怕，我是真心咧为你设想的。你即摆困境，就敢若亲像一尾鱼，伫这小水窟仔内底，水强要打去啊。你莫话讲。我无黑白讲，我讲的是实在话。老夫人的决定，阿燕伊无法度拒绝，伊一定会带二房。到时阵，你伫小家自然就会无地位。恁翁仔某的情分，当然亲像水流鱼走啊。若是讲
二房搁再生后生，你是要安怎？我当然真欢喜啊！哼，你心肝内根本就毋是安尼想。你嘛有袂讲？阿明，你放心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会当互你水无流，鱼无走。我只有一条秘密，会当互恁翁仔某真紧就当生后生。敢有影？嗯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分小牵连。声若好照空，因缘照白。小妹啊，啊归去啦，我带你来去找伊，行？阿姐，啊是要去倒位？找小燕啊，啊你思念的人来去甲伊讲清楚嘛。无代无志去见伊，会互人笑咱桃花痴。啊看你销魂果实际，啊情投意合是要相依。两人的身份难得比，想要见面搁丢滴。人这支宝剑是表心意，啊紧紧来去诉相思啊，诉相思。吼，阿姐，我看这感情的代志也是随缘啦。虽然啊对啊，啊你来去找老相师，归去哦来去甲伊请示一下啊。你看，保持上师，拄则我所请教的问题，甲这个第一字有甚物关系？人讲地爱重，物爱轻，地爱新是物爱旧，品味无同，但是境界同款。哎，一字要送你。上师啊，你无缘无故送我这个第一字，这敢毋是你今仔日来的目的？我要来请教的是我甲阿弥甲定公的代志啊。这就对了。人讲红某亲像地沟配地库，地米的轻重随人的口味才会下输。保持师傅，你好比如新茶旧茶，怎样会了心思？新茶清芳是人人爱，老茶苦涩歹啉是应该。禅师你爱讲笑，尚无解，骂人无洗嘴，实在嘛好口才呀，好口才。无啦无啦，我假好当，我当是骂你啊。啊，你拄则伫咧讲，新茶清芳人人爱，老茶苦涩歹啉是应该。对啊。那安尼新茶就是灵公，老茶就是阿弥。安尼你毋是咧骂我讲是野心气故，对不起阿弥？无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哦，我无安尼讲，是你家己讲的，迄甲我无地带。你了然的，就是了然的，个性拢无改，你无看鬼客伫内底呢啦。哎哟，将军爷嘛毋是外人啊，而且叫我来通报，嘛是将军爷好朋友啊。我的好朋友到底是甚物人？将军大人啊，一个啊会互你头壳无内伤，一个啊会互你真心感会啦。你吼，是安怎甲人拍啦？消话咧讲几大，哈！你这囡仔无教无识，紧来请人去吧。是啦。哼，啊，是嘞，来，请坐。啊，实教是。啊，教袂会吼，话要落死。哎，小将军啊，你原来伫这个所在，哎呦，这实在有够好的。小妹啊，啊你毋是甲我讲，凡事拢总是随缘。你看，即马伫遮见面，叫做机缘。既然有机缘的时阵咯，你两个都缘。来，进来去坐座位，来，进来，来，坐，嗨，歹势啦，来，坐。对，坐好，来，我看卖坐。哇，这小样，真舒服得着。你两个人哦，阁是一个红口好面。
你看，一个是安尼避暑避暑，啊，一个是安尼歹势啊歹势。你看，两个人做伙，啊嘛唔对，啊拢无讲话，安尼是啥物意思？啊你互相嘛拍一下招呼一下啊。你小弟唔啉是土会害，心事无讲是沉大海。老上师啊，你的慧眼是有够厉害，这两个事情，无等你是要安怎来安排？人讲一片平心有情理，无边无碍定众心。流水有情顾天伦，落花有意单纯风。单纯哦，安尼就对啦。若你讲起来吼，这个冬天的风若是过去，阮这个春天就来了对。来，小等咧，小等咧，恐惊今年的冬天是真歹过哦。了然的啊，你失态啦。是我的听无啦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享。名声若好才有通，音乐才叫你去办迎亲的代志处理了安怎？真顺利啦！丁老爷甲丁老夫人拢足欢喜的，会当冤家变亲家，嘛是因的心愿啦。真好，真好。这是丁姑娘的百里啦。丁老爷有交代，讲选你迎亲，一切让夫人你做主就好啊。哦，那安尼还佫较顺利。我明仔载就来请老禅师来，甲因两个人好一个百里，想煞选择良时吉日。下辈辈甲解决，看会了啦。是啊，迄条百里真重要，你着收我好，无你的代志。是。阿姨啊，这件亲事已经决定啊，以后你是大房，处处咱都爱较大方，较有度量的。安尼啊，我知影。老夫人，你放心啦，大嫂伊是一个真捌代志、知影分寸的好家后，以后甲丁姑娘做伙协作义兄，三个人共心，黄土嘛会变黄金啊。对，安尼啊，相公，义兄，恭喜恭喜！二弟，倒有啥物通好恭喜呢？丁家已经答应你带丁姑娘做二房，以后你着文武相喜，两方相随，这是天大喜事啊！阿丽，你讲，安尼啊，阿姨，这件代志我已经做主决定，你着莫阁讲。相公，你免阁替我烦恼啊！我即摆已经看甲真开，较准若好阿娘认为讲是我咧反对这桩亲事，安尼我对阿娘就真不好。阿丽，你若是安尼讲，我颠倒愈操心。唉，我想起当初时，咱两个媳妇无偌久，带去梅山佚佗，欣赏满山的梅花，而且咱两个人对梅花情有坚定的约束。梅花姻缘，你甲我，早春救咱来作伴。梅花落甲规山铺，倒伫门内上快乐。你一蕊，我一蕊，插甲规头唱欢风。阿明，我即摆的心情，我较早拢总共款，对代志拢无变啊。相公，阿明，我若是带你办，是会违背着咱当初时的约束。我对你的情爱，不信不疑。假使我若是无带你办，是会违背着阿娘的心愿，我就是不孝。为着这个代志，我实在足艰苦。相公，你的心肝会艰苦，我嘛艰苦。你不好，
我嘛不好，所以我即摆已经想法真开。人在晚上暗夜想我。什么人？将军爷，是秘鲁乡文啊。小姐，这补药我已经抓好啊。先扛。是。阿妹，这是什么补药？这是补元气。我最近的心情真烦，元气较虚。莫讲你烦，我嘛是同款。来，回去啦，你一碗，我一碗，甲咱两个人元气补满。元气保护我，集体来做伴。哼，老伙计，我一个又一个，看你要怎办。将心比心在分寸，金牛大嫂无单纯，前世因果会报应，起心动念水结冰。阮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小牵连，透过选择有啥人欠谁？